歡迎收聽線上兒童廣播節目《懶瞓豬講故事》。依家成為我哋喺 Spotify、Apple Podcast 或者 YouTube 嘅月費訂閱會員，就會聽到額外開放俾會員嘅故事啦。今日要講嘅故仔係時間水晶丁丁，作者阿粒。喺一個城市入面，有一個男仔叫子朗，佢每日都會搭電車，即係丁丁放學同返屋企。丁丁係跟住路軌行嘅車，所以會有既定嘅路線。子朗最鍾意搭丁丁，穿過窄窄嘅街道，望住窗外熟悉嘅樓、公園同埋人來人往嘅馬路。有一日，子朗搭電車返屋企，佢坐低靠窗嘅位置，見到丁丁嘅女司機。子朗，放學啦，今日返學點啊？今日學校幾好玩啊！子朗同呢個司機已經好熟㗎喇，因為子朗幾乎每日都會坐到呢個司機揸嘅丁丁。丁丁慢慢喺路軌上行駛，第一個車站係學校站。當丁丁一停定，子朗聽到有一粒閃住橙光嘅小水晶跌咗喺車廂地板喎。子朗想執起嚟。咦？呢粒小水晶係咩嚟㗎？當子朗嘅手指掂到小水晶嘅一刻，橙光嘅小水晶發出好溫暖嘅橙色光，一閃一閃。子朗喺橙光入邊見到有兩個人，有一個老師落咗堂之後教緊一個小朋友，我聽到佢想講嘢，但係佢個口冇打開嘅。老師，多謝你。原來呢個小朋友想多謝老師教佢，不過佢最後執書包就走咗啦。嗰句未講出口嘅多謝，就變成咗呢粒小小嘅時間水晶啦。呢粒小水晶係忘記講出口嘅多謝啊！子朗，你都見到啊？呢啲係時間水晶。我揸咗咁耐丁丁，最近發現每個站都會跌一粒啊！我哋要將佢送返去啊！時間水晶係人心裏面漏咗嘅嘢，有感謝，有道歉，有未完成嘅心願。如果唔送返去正確嘅人，城市就會變得越嚟越冷冰冰啦。我想城市變得暖粒粒啊！我哋一齊將佢送返去啦。子朗同司機喺學校站落車，沿路經過唔同嘅鋪頭。子朗諗起李老師，佢每日都好耐心咁教大家。雖然有時同學會好曳，但李老師都冇好惡咁鬧大家。我知係邊個啦，係欣欣。欣欣係子朗嘅同學，上堂唔鍾意做嘢，所以李老師會放學後教佢幫佢。但欣欣從來冇講過多謝，子朗就去咗欣欣屋企啦。欣欣，我係子朗啊。子朗，你搵我咩事啊？我有樣嘢要俾你啊，係你嘅時間水晶啊。欣欣見到發出橙光嘅時間水晶，佢一邊睇一邊話：我當時好想講多謝，但覺得怕醜核突，就冇講到。欣欣，感謝別人係力量嚟㗎，一啲都唔核突。你試下表達你嘅心意啦。欣欣握住橙光嘅時間水晶，一邊打電話返學校俾李老師。佢話：李老師，多謝你。聽筒入面嘅李老師傳嚟好開心嘅笑聲。
神奇嘅事發生啦！時間水晶變成一道橙色光，飛向學校。欣欣感覺心裏好輕鬆。之後，定定繼續慢慢喺路軌上面行駛。第二個車站係公園站。子朗聽到叮一聲，有一粒閃住綠光嘅小水晶跌咗喺車廂地板喎。子朗執起嚟，當佢手指掂到小水晶嘅一刻，綠光嘅小水晶發出好刺眼嘅綠色光。子朗喺綠光入面見到有兩姊妹，兩姊妹喺公園裏面玩緊堆沙。有兩姊妹喺公園入面，家姐堆咗一個好高嘅沙塔，但係妹妹就走去推冧家姐嘅沙塔，家姐大喊起嚟。妹妹想講對唔住，但係嗰句未講出口嘅對唔住，就變成咗呢粒小小嘅時間水晶啦。咁我哋一齊去公園揾呢個妹妹啦。佢哋好快喺公園裏嘅長凳揾到呢個妹妹，佢坐喺度悶悶不樂。妹妹，你係咪推冧咗家姐嘅沙塔啊？你點知啊？我有樣嘢要俾你啊，係你嘅時間水晶啊！妹妹見到發出綠光嘅時間水晶，佢一邊睇一邊話：我怕家姐唔再同我玩，所以唔敢道歉。道歉唔係認輸，係勇敢啊！我哋一齊去揾你家姐啦。子朗、司機同埋妹妹一齊去咗揾家姐。妹妹握住綠光嘅時間水晶，佢同家姐講：家姐，對唔住，我唔應該推冧你嘅塔。神奇嘅事發生啦！時間水晶變成一道綠色光，飛向天空。妹妹感覺心裏好輕鬆。之後，丁丁繼續慢慢喺路軌上行駛。第三個車站係街市站。當丁丁一停定，有一粒閃住粉紅光嘅小水晶跌咗喺車廂地板喎。子朗執起嚟，當佢手指掂到小水晶嘅一刻，小水晶發出好靚嘅粉紅光。子朗喺光入面見到有一個賣菜姨姨。蔡姨姨每日都幫人拎重嘢，但係冇人講過唔該，所以子朗同司機去揾呢個蔡姨姨，仲將呢粒時間水晶俾佢。我幫過咁多人，原來我好想聽到人講唔該。蔡姨姨，唔該你啊！唔該你幫啲老人家搬啲菜落嚟先。唔該你每日都幫忙其他街坊啊！蔡姨姨聽到好開心咁甜笑。神奇嘅事發生啦！時間水晶變成一道粉紅光，散落全個街市。蔡姨姨感覺心裏好輕鬆。呢個時候，子朗摸一摸褲袋，發現裏面閃住金光嘅小水晶，裏面係佢最想修補嘅時刻，係關於媽媽。子朗，上車啊！我載你去屋企站。丁丁繼續慢慢喺路軌上行駛。第四個車站係屋企站。當丁丁一停定，子朗見到金光入面嘅畫面。我唔要啊！哈！子朗尋晚準備食飯嘅時候掛住玩，媽媽叫咗好多次都唔願意食飯，子朗仲發脾氣添啊！
佢望住呢粒時間水晶話：我而家明白點做啦。時間水晶變成一道金光，灑落整個城市，全城嘅人都感覺到心裏面暖粒粒。忘記講多謝嘅人打電話去講多謝，想道歉嘅人勇敢講出口，鄰里之間亦都多咗笑容，多咗幫忙。從此之後，每一個車站跌落嚟嘅水晶越嚟越少，因為啲人學識珍惜當下，將感謝同道歉講出口，城市亦變得越嚟越溫柔啦。小朋友，你嘅時間水晶又會係點樣嘅呢？ Hello， 我係一嚿番梘，不過我係一嚿完美嘅番梘。如果想知道呢個故仔講乜嘢，就去我哋嘅網頁買書啦。時間水晶丁丁，朗朗飾演子朗， Scarlett 飾演司機，李心瑤飾演欣欣，Savannah 飾演妹妹，李希柔飾演蔡依依。如果你鍾意聽爛瞓豬講故事嘅故仔，可以喺 Spotify、Apple Podcast 或者 YouTube 俾我哋嘅節目5粒星星㗎。假如想緊貼我哋嘅故事播放時間，或者知道點樣報名講故仔，就要 like 或者 follow 爛瞓豬講故事嘅 Facebook 啦。記得得閒就聽爛瞓豬講故事啦。